你要这哈，这是豆腐。你有个豆啊，有无豆奶啊？嘿，你好，请你讲台语哦。头家专心小改家己做的胖，囡仔嘛是用台语来用。另外一边是两个少年人设计台语文创商品，无论是锁匙杆啊，还是帆布袋啊，顶悬全拢是印台语文，还有罗马拼音的卡片，互大家轻松学台语。一方面会当练习，因为我的台语嘛毋是真练得，啊，互大家迄个熟悉迄个环境啊。不管你是讲台语还是客语，你应该是会使你家己的语言再来生活当中，包括伫市仔内面安尼。啊，咱嘛知影讲，其实足侪，咱即摆有足侪活动，伊拢讲母语的什么活动，毋过母语变做拢是舞台面顶的一个表演的语言吼，就算讲是比如讲本土语言的一寡比赛也好，啊，所以咱希望讲，咱嘛毋望讲，甲母语讲转来，即个代志是会发生伫各种场所、各种所在拢会使。因为日本时代迄个时代，就厝内是讲台语，所以你看要去好好讲语。嘿，大家遮无论大人囡仔，拢用台语开讲，现场嘛有人用台语绘本讲故事，互囡仔听，互囡仔学讲台语会使更较自然。园游会介济啊，讲台语的园游会则少，啊，这来后囡仔学一个台语，卖大汉拢袂晓讲。平常时敢若伫厝的，无得参加活动时有咧讲台语尔。平常时拢无机会，而且伫咧市集内底有足侪活动，啊，都有足侪甲朋友互动的所在。因为那是即摆我要讲台语，其实我足困难的，因为迄个字足侪，我拢讲袂出来。但是因为迄个故事伊有一个情境，嘿，啊，伊会当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。新德母语囡仔群是对一日妈妈发起的社团，因希望毋那只是教囡仔讲台语，更较爱创造一个环境，互囡仔真自然地使讲台语。记者刘君豪，新德报道。